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看房企的消息。这个晚点财经它有个报道，叫一季度贝壳增收不增利。1到3月，贝壳新房、二手房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53%和28%，总计上涨34%。这一季度，这贝壳的二手房交易居然增长这么多，两者对应的业务收入则合计上涨42%。为卖出这些房子，贝壳向第三方公司、贝壳自有经纪人分配的佣金，薪酬合计提升了50%。公司整体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25%下降至20.7%。不考虑靠股票支付的薪酬、账面投资收益变化等，贝壳调整后净利润为13.9亿元，同比去年基本没有变。这个贝壳作为最大的一个二手房交易平台，一季度二手房交易增长34%，但是居然利润没涨。这个是不是对应了那些二手房成交都是以价换量？那作为中介恐怕也是以价换量，为了要这个成交量，就是给出更多的佣金。这个也能说明这个楼市到底是什么个情况。说到佣金，浙江卫视的1818黄金眼，它有个节目就播出了关于佣金的纠纷。什么纠纷呢？说的是买房没拿到返佣，还被索赔37万。什么情况？有一位陈先生说，他买了一套房子，因为5万元的佣金没拿到，和开发商、销售公司起了纠纷，现在不仅房子没了，还面临37万的赔偿。你说这个离奇不离奇？一个陈先生去买房，因为佣金产生纠纷，最后导致这个陈先生不仅佣金没拿到，可能要面临着赔开发商37万，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看视频。宁波延州区环城南路上有个映月府小区，程先生2023年10月独自去看过房，还登记了信息。2024年，中介公司的古经理又带着他来到楼盘，说是折扣力度大，车位也便宜，只要1万元。程先生说，看了样板房，又去小区实地看了看，感觉确实不错。而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有5万元购房返佣。中介跟开发商他们那个销售总监跟销售员提出来一个方案，向我就是以这个通道费用，就是中介带过来的嘛。刚好有这个5万块钱，因为这个通道费用是大于5万的嘛，那通过那个中介的形式给我们5万，剩下的给中介，这样一个形式。程先生说，那套房子109平，在2楼，4室2厅，经装修交付，总价370万，合同约定首付10%。2024年6月13号，他支付了2万元房子定金和1000元车位定金。6月28号，他又转了35万元购房首付和9000元车位尾款。当时还跟宁波盛辉房地产有限公司签了一份返佣协议，说是甲方也就是盛辉房地产公司同意返佣5万元，前提是能顺利从开发商处结到佣金。后面有一段备注，说是如果客户本人或家庭成员之前到访过，没有和甲方提前沟通，或者没有顺利签约等情况，结用出现问题，甲方概不负责。程先生说，之前来看过房的事儿，他跟开发商一位郑经理以及中介的古经理都说过，两人都说来过也没事儿，还给他支了个招。然后又让我换成妈妈的那个手机号码，还是因为这个东西造成了这样，把我卡住了。程先生说，2024年7月1号，中介的古经理发了一张监控截图，询问画面中的男子是不是他。监控的时间是2023年10月27号。程先生当时回复，是的，时间太长了，哪些楼盘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还好，当时写的是我妈妈的名字和号码。古经理回复，没用的，你当时要是提前跟我讲来过，我就换方法了，我们也很头疼。就跟我说我们不符合这个政策，说我们享受不了这个5万块钱的费用了。程先生说5万元的佣金拿不到，后面的流程他也没有再推进了。大概在11月左右，10月底吧，10月底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们违约了。他说我们网签掉以后没有去做按揭，但是没有做按揭是有原因的呀。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说时间这么长了，要不我们先把他这个房子按揭结掉，后面再来说这个事情。他们不同意，说我们违约要交违约金以后才能配合我们买房。4月21号，开发商宁波红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程先生发来一份解约通知书，说是按照购房合同，程先生应该支付违约金37万元，而且公司有权直接从已付款项中扣除。
程先生觉得很委屈。现在开发商的意思是说是跟他们没有责任，都是中介的问题，是说中介给你承诺或者干嘛写的纸质，但是中介也是通过跟开发商合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销售人员也没有阻止我们这种，我包括中介提出来这个方案或者他们一起提出来的方案也好，他没有阻止，也没提醒我。来到当时的售楼部，现已变成停车场，仅剩一面广告墙。程先生拨打了中介古经理的电话。5万块钱是当时是那个优惠是有的呀。优惠是有的，然后他说后来那个费用没有给他，就是实际上没有给他优惠啊。5万块钱是返佣啊，那要没去过的情况下才有啊。这个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你要问一下开发商那边。他当时说那个你们这边是知情他去过了，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他母亲的信息。当时是不知情的呀。这个情况有点遥远了，我有点忘记了。那反正当时是签了一个那个返佣协议嘛，那我们是要拿到钱的情况下才能返给他嘛，肯定没拿到呀，拿到了肯定就返了呀。记者也给开发商的郑经理打了电话，没接通，发短信也没有回复。开发商一位童经理后来给记者发来文字回复，说是根据合同判定中介这组分销代访无效，所以没有向中介支付佣金。截止到今年5月7号，程先生已经逾期292天，多次催款仍不支付房款，公司决定解除购房合同，后续将通过诉讼确认合同解除事实。程先生不认可，他也发给记者一份情况说明，里面提到2025年3月，童经理第一次主动打电话来跟他协商，要他承担5000元到1万元的逾期违约金额，他只愿意出1000元表示一下，双方没达成一致。程先生还表示，为了尽快让他们买房，首付只占了总房款的10%，而宁波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要求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15%，开发商合同里约定的是10%，违反了当地政策。童经理回复，网签及付款安排是在2024年6月28号前支付10%，也就是37万元完成网签，2024年7月30号前补足至15%，需补19万元，且要同步办理贷款，金额为314万元。客户以书面回复确认知悉，并同意该安排。程先生不认可开发商说法，打算走法律途径解决纠纷。188黄健记者报道。我想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就是对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心中自有判断。实际上这个事情为什么看这个视频，大家也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想占这些便宜，你还得小心谨慎。未来大家都有可能要买房，因为楼市比较低迷，开发商中介为了卖房子，什么承诺他都会给，在你交钱之前他是一顿忽悠，等到你交完钱了，那对不起，就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卡。这就是买房导致的纠纷。这个最出名的买房导致的纠纷，这个就不是河南的那个叫什么郑州啊，丽君夫妇跟融创因为买房发生纠纷，他天天直播他的维权情况等等。我想说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楼市这个行情越来越低，开发商中介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营销，他就抓住了你的心理。有的人一算觉得这个挺合适的，还能返佣5万，头脑一热，钱一交，结果人家说不算。实际上做过业务的都懂，这个就是叫飞单或者叫什么切单。开发商认为先来，你是先直接到售楼部的，那你是开发商直接客户，你又通过中介那儿有返佣，开发商给中介，那他们的合作关系，那返佣力度还很大，那就相当于开发商认为中介从开发商这儿切了客户走了。当初为了卖房子无所谓，你在哪儿买都行，反正我这房子得卖掉。等到一成交了，对不起，返佣的时候这个不算，那不就是扯皮吗？我告诉你，这打官司的很难打得赢，就是扯皮，因为最终解释权在开发商这儿，开发商认为你就不算中介的客户，你看是不是一地鸡毛吧？关键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签了购房合同，你按揭贷款没办，人家认为你这个没履行合同，要你赔偿。你说为了买个房子就图那5万块钱的便宜，最后把自己给割进去了，身陷囹圄。作为韭菜，作为咱们中有些人恐怕想买房，越往后这开发商的引诱就越多，各种夸大宣传，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买房的坑是一个接一个，根本就踩不完。大家恐怕还有印象，自从恒大爆雷以来，有一个城市一直
直是逆风飞扬。当大家的房价都在下跌的时候，的地产都低迷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城市，它一直是逆风飞扬。这个城市不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中间房价还跌过。这个城市就是成都。我记得咱们节目也介绍过，有网友调侃，不是四川成都，而是成都四川。世人只知有成都，不知有四川。也就是说网友认为是举四川之力打造一个成都。今天南都湾财社它有篇报道，叫连续3年卖房量全国第一，成都楼市缘何逆风雄起。不光是卖房量第一，我的印象里面，成都的房价新房的价格一直都在涨。他这个文章前面报道的是成都楼市成交情况，这个咱就不说了，还土地拍卖情况，说自2019年起，成都市22个行政区新房住宅成交面积已经连续5年排名全国第一，二手住宅成交套数连续2年超过22万套，一手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量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也就是这个数字说明成都一直逆风飞扬，这可不是吹的。四川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仅今年前4月，成都一二手住宅已成交约12万套。在天量住房成交和中央政策支持之下，成都楼市风头正劲。所以前一阵子成都土地拍卖不停的刷新纪录，成都无论新房二手房这个火爆场面，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傲视其他的城市。这个报道的最后一部分说，成都楼市逆风雄起，楼市新政不息，城市营销到位，打了个问号。也就是为什么成都的房子卖得这么好呢？他说，在全国房地产深度大调整之下，成都楼市为何会逆风翻盘乃至雄起？作为天府之国，成都悠闲的生活方式闻名全国。你在成都那个小茶馆里面吃饭，经常就有人跑去给你掏耳朵，非常悠闲的穿梭城市和郊里，在街头和巷尾喝茶打麻将、晒太阳、掏耳朵等闲散现象并非鲜见。但在这些休闲生活背后，当地政府对楼市的激励政策则频出不息。今年4月30日，成都住建局发布关于成都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拟要求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合同备案、备案变更、备案注销等业务，负责核验工作部门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市住建局负责搭建全市统一的备案系统，运用互联网平台、移动服务端等多种服务形式，实现合同备案完善办理、就近办理、及时办结等，快捷打通房产交易链条。事实上，在此之前，成都新房上市速度已经领先全国，从拿地到开盘周期再缩短至3至4个月。以嘉禾新为例，该盘从拿地到过规只花了6天时间，这不就是高周转吗？地拿到之后开发就几天时间。2024年全国出台楼市政策超过780条，平均每天是2.2条，而成都全年发布超15条新政，涉及户籍、公积金、土地利用长效机制、全面放开住房限购、取消公证摇号险房、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新购房取消限售、购房落户新政等。成都的楼市政策宽松度已基本触底。对比其他城市，成都在促进房地产成交上可谓不遗余力。今年2月8日，成都再出公积金新政，成为2025年农历新年全国首个发布楼市新政的城市。今年5一假期，成都楼市和当地旅游行情一样，收割了一波流量。在成都住建局举办的安家成都美好购房季活动上，成都市一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上升，5天成交2000多套房。在吴江看来，成都楼市成交火爆背后是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4极，其战略定位推动成都从区域中心向国际门户枢纽跃升。国家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布局，使成都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大幅提升，预计高附加值产业带来年均超50万高素质人口流入，形成强劲置业需求。说此外，成都近3年户籍新增超67万人，且以高素质年轻人才为主。2024年常住人口达2147万，仅低于重庆、上海、北京。而在城市营销方面，通过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新经济策源地等差异化定位，与北京、上海等形成错位竞争，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活品质平衡的独特魅力。你看看这成都，人家都没跟
杭州去比，人家都跟北京、上海比，直接就跳过了杭州。现在叫新一线城市，到底是成都厉害还是杭州厉害？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作为中西部的经济中心，成都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城市能级以及各个重点企业的入驻、产业发展能力都在提高，而其宏大城市规划和规模也带动了商品房的建设。加上这几年成都人才导入，人口增量规模非常大，房价仍然相对便宜，从而导致房企踊跃进驻，对楼市形成正向影响。这是南都的一篇报道，他对成都的楼市为什么能够飞扬、逆势雄起做了一个分析。我倒是觉得全国2线城市里面排名靠前的也就是杭州、成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后面还有西安，还有后起之秀合肥。为什么成都可以一枝独秀，是叫雄起？我觉得南都的报道里面这些原因除外，我倒是觉得成都它是区域中心，它跟杭州相比有它的不同。杭州挨着上海太近，在上海这个大树下面，杭州相对来说它的优势就没有。成都在整个西部你基本上找不到比成都更好的城市。当然了，你说重庆也好，但重庆跟成都之间的这种差距，那跟上海和杭州肯定不一样。你不能说重庆对成都有什么虹吸效应，这很难。但是上海对杭州那是有虹吸效应，上海倒是一铺限购，那很多有钱人就跑到上海买房去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比较，这个成都是有独天独厚的优势的。你放眼整个西部，你想买房，你想住得好一点，你恐怕只能去成都。所以它是西部区域中心，它辐射的是整个西部。那西部人口也挺多的，四川的1个多亿，再加上其他的省份，甚至连青海的人还有新疆的都跑到四川买房，重庆就到成都。所以你看，它虽然是四川的省会，但是它面向是整个西部，所以成都它就变成一个人口流入，一年流入60万、几十万高素质人口，这个对它的房价是一个支撑，这个是客观条件，没有办法。那同样是这个区域中心，西安也是区域中心，西安是西北5省区域中心，但是西安就没有成都这么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所以你看，把成都跟杭州比，你把成都跟西安比，你就发现成都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西安辐射的西北5省，第一个人口总量没有这个成都辐射的多，第二个西安本身自己的发展也有点跛腿，这些年西安跟成都之间差距似乎是越拉越大。西安的高校很多，西安的医疗条件也不错，西安的军工单位也非常多，研究所恐怕也正因为是西安市的这种协同发展能力就差一点。我就举个例子，四川是集全省之力，众星捧月来发展，但陕西可不是。陕西西安边上很近的就有个咸阳，按道理你要西安要发展，把咸阳两一合并，这一下就超过什么杭州、成都。但是这个在当地是不行的，不要说把咸阳合并了，就连划出一块叫什么西咸新区，就整到现在整了10几年都没整明白。所以成都它有它独天独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把话说回来，不要看成都什么房价在涨，那些都是假象。也就是说，你要买新房，只是价格在涨，这个恐怕是事实。你现在想在成都买房，那价格恐怕就是涨了。但是等到你过3年你想卖的时候，你就发现要么卖不掉，你要想卖掉你就得降价，你不降价你卖掉，你试试看。成都的2手房挂牌量那也是吓人，但是你要买那价格就是高，它就变成这么一个现象。我不知道有成都的网友可以说一说，当你买房的时候，那恐怕价格还挺高，当你卖房的时候，你发现不降价卖不掉。成都作为区域中心，人口流入就人口红利，它也不是无限期的，人口流入这种现象恐怕到一定的地步它自然就衰减了。另外一个，成都要说到城市营销，它还是比杭州稍微差点。你谈到杭州的时候，你至少知道杭州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网、电商，你就很容易打上这么多标签呢，更不要说什么杭州6小龙了。总之它有很多宣传营销标签就能贴得上。成都反正我是不知道，对吧？你要说成都，那给我的印象就是休闲。你说它有什么产业能够贴上个标签，一说到这个产业你就想到成都，一说到成都你就想到那个产业，好像没有。也就是它在产业这个布局是挺全，大而全，但是有特色吗？不太清楚。你比如合肥，合肥就是新能源，你要说到新能源，恐怕就想到了合肥；你要说合肥，你就想到了恐怕的新能源。也就是说，它这个城市它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说来说去，总体上成都还不错，但是你要在成都想炒房，那恐怕也会失望。我只能说，成都的房价它的泡沫没有杭州大。最后我们再看个新闻，这个是证券日报报道说，专项债助力土地收储提速，进一步稳定购房预期。2季度以来，稳楼市政策持续发力，地方政府土地收储节奏明显加快。据科尔瑞地产研究不完全统计，4月份公告拟收储
土地达7198公顷，涉及金额1730亿元，面积和金额均超过一季度总量。土地收储计划密集出台，也就是整个4月份，它这收储的金额和那个面积比1到3月加在一起还要多。根据科尔瑞地产研究测算，按全国土地平均容积率折算，拟收储宅地的理论建筑面积已超过1.3亿平方米，超过前4个月估算新房销售规模的一半。若公布的收储宅地规模如期落实，等效于全国新房去化周期下降超过2个月，进一步稳定购房预期。在当前商品住宅销售尚未完全恢复、土地市场分化加大的背景下，通过收储的方式调节土地供给结构，有利于缓解市场潜在库存压力，助力各地房地产市场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发专项债把土地收储，这个到底有什么用？我个人觉得它第一能够缓解开发商，你开发商手上拿着地开不了，占用他的资金，加剧了他的现金流紧张。地方政府说把这个地给他收回来，这部分的缓解开发商的压力。但是至于说这去库存，我觉得能有多大帮助？他什么逻辑？我在市面上我把地都给你收完了，没有地了，你们这些刚需房也买房子，供应少了，所以说价格就稳住了。他这么一个逻辑，从供求端下手。但是恰恰我认为这个是背道而驰，因为韭菜不买房，不是说你市场上房子多我不买，我不知道哪个韭菜会这么想，说我也买房子，市场上都是房子，所以我不买了，我等着。韭菜买房他还是要看自己的收入，我的收入跟房价差距太大，我的收入还不稳定，很有可能要被裁掉，很可能要降薪，我不敢贷款买。这跟你收储有什么关系？你把房子全收完，我还是买不起。再说了，我要买得起的时候，你把房子全收完了，我可以买二手房，谁规定的不能买二手房啊？所以你把新房都收完了，你新房不盖了，那又能怎么样？对，虽然你把供应减少了，有利于控房价、稳房价，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你把新房控制住了，那二手房能控制得住吗？二手房的挂牌量都是天量的，真要没房子的，他可以买二手房。所以我觉得你收储唯一的好处，现实的好处就是让开发商松口气，但是实际上开发商也松不了气。为什么？地方政府收储那也是选择，不是说谁的开发商谁的地我都要，它中间都有交易。地方政府发专项债收地，把这地收了之后，他这地又得去卖，即便不卖，他也走个形式啊，让国企拿走，国企拿这个地再押给开发商，押给银行再把钱给他，钱又到了政府手上，相当于政府手上多了一笔钱来花，来解一下燃眉之急。我不知道大家也能不能算出这个账。政府发专项债，发了这个债券，把地收到手之后，他又拍卖，没人买不要紧，那国企不就是干这事的吗？城投公司不就是专门负责拿地的吗？左口袋到右口袋啊，拿了地之后把地押给银行，银行就得给他钱，这个钱又进了政府口袋，政府不就多一笔钱吗？这个钱拿来发工资，拿来付这些什么费用，拿来修广场，拿来这个给马路开膛破肚。所以说4月份为什么突然的钱多了，收出的地也多了？我认为是地方政府他反应过来了，他脑子转过来了，把你专项债给你变一下，最后变成政府手上多了钱。还有政府把那个地拿回来之后，把那容积率改一改，条规变性，再让你民企买回去，对吧？从你手上买过来了再卖给你，一卖本来是商业用地，给你改成住宅用地，本来是应该盖总部写字楼的，他把收回来之后给他改成盖住宅楼。所以说这里面都有这些猫腻，一般人看不明白。一看这个4月份收储的土地比3个月都多，金额也比前3个月多，那是不是说明收的越多，这个房价就稳住了，房价甚至要涨了？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反应过来了，这相当于给他一笔钱，这边正愁着工资发不出来，那边突然说有这么个渠道你可以变现，何乐而不为？活人怎么会让尿憋死？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这个楼市稳得住稳不住，房价能不能稳住，你还得看韭菜的收入能不能稳住，韭菜对未来的预期能不能稳住。韭菜什么时候预期稳定了，收入稳定了，这房价自然就稳住，不用去做各种动作，搞各种宣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